没有啊，还没结束，明天还有一场，想到就觉得很累。为什么要折磨自己？相信分享是最大的力量，然后我也想把部落的弟弟妹妹的精神拿给你们，让你们分享。原住民年轻人第一次勇敢在台北的街头里面，大方的用自己的舞蹈、歌声跟传统服饰，然后我想说试试看吧，快闪听过没有？我们也要跟时尚潮流，快闪不是只有街舞啊。我想说也是也要参与这样，我跟得上时代嘛部落的弟弟们在7月1号吧，很厉害，你有看到网络吗？有。你看连那个东区的街头都敢跳，西门町那么多人，好像我们在抢其他街头艺人的生意。我们1毛钱都不收的，当然我们想要让大家感受到原住民无时无刻在你身边，没有距离。然后，我想我也带部落的弟弟们一起来分享这样的快乐。这首歌辛苦。走秀。
米那种基础哈，少米再试一下。哎，你刚刚会的那个可以，好啦，好了啊，可以只有啊，我们不排除姐弟恋啊。等一下，你看哪一个？我跟你说，这边呢，哎呦，这边有青少年中途之家家长哎，谢谢你们啦，真的，我姚霞很辛苦啦，你给他养到这样，哇，都钱的，很辛苦嘞，鼓励女生预备，一下，好，OK， 好。你说那个发抖嘞，还发抖，你看我那个一下来个起来，好可以了，其他头举不起来，你们领导起，要是有掌声，你们给他们飞起来。他容易骄傲，好啊。什么意思？我为什么呢？还有土地作战的精神啊？很坏的，因为老师生气了，生气了，我生气了，不下去，好回来，好，谢谢你们这几年给我的演唱会的支持，然后我们每场演唱会也都会带部落的年轻人一起来参与，或者是让他们更相信自己所学的，以后有机会学以致用。当然，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啦，因为我们是不愿意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没办法选择我要出生在哪一个家庭、哪一个族群。我生出来，如果我是法国人就好了，是偏偏我是阿美族，很难，没办法。但是大家都一样，我们没办法选择我们出生在哪一个族群、哪一个家庭。可是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要做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现在到大会的自己唱一首阿美族很经典的歌，你们应该会听过吧？哎，怎么听起来像那个呢？像平安诺吧？原来你超地的，那鲁湾，那鲁湾，哦咿哟咿，咿哟咿哦呀，那鲁湾，那鲁湾，哦咿哟咿，咿哟咿哦呀。Yeah.
好，节目到尾声了，已经几点了9点。他们9点，差一点点。好，谢谢大家。然后我也有一些要感谢的。你感谢的名单有没有？没有，没有，好，来了。你去哪里啊？好啊，其实这次活动真的，这次专辑还有演唱会很多人帮忙，我觉得我一定要好好一个一个谢谢。你去听哦，好不好？听一下，我们要感谢拍了总统街访之后，行政院文化部与4级流行音乐产业局赞助。还有莫西、阿丽达、苹果凉皮，谢谢他们给我这么漂亮的衣服，谢谢。还有那个嘻哈项链，马丁维斯，那个嘻哈项链。还有幕后的工作朋友们，黄晨商、完成音乐、完成音乐，还有这家店，谢谢你们。尤其在天唱歌也可以好。我的啦啦队，拉铁们，音乐总监阿斌，还有我的又好又很坏的经纪人德拉，帮保护我，还要把我做很多事情。张老师、小胡、Sage、徐妹、志伟，还有傅威，新朋友傅威，还有House志贤哥，志贤哥有啊，还有我们的行政帮我买便当的，带顾小孩的，好的顾伟，帮我们做视觉设计的小花，我们摄影师的娟娟，做影像的兔子小夏。还有帮我编舞的小玉老师，做头发的韩娜，帮我穿的小阿姨也有，帮我们摄影的阿宝，还有龙南团队，还有帮我递很多东西的我们的执行助理柯翔，还有所有的演出人员哦。然后，如果你刚认识我，可以给一个介绍，好不好？这边的是来自太麻里香来的一起，好，也是突然的孩子叶晨、叶凯，来自台湾子的弟弟郑松、志伟，天南子的弟弟米凯。好了，喜欢的话写email给我啊。好，最后一首歌了，然后我希望大家今天真的有收获，然后接下来暑假应该阿美族都是办丰年祭的时间。我觉得如果你要下去部落，真的想要体验一下的话，请上网看一下，就是网络上应该很多关于阿美族的介绍或者其他族群的介绍。然后参与祭典啊，毕竟还是一个祭典，我觉得保持一个尊重的心去看啊。或许他们有一些仪式，可是你不太了解。当然，你可以把刚刚我教你那句话，他们应该很惊讶。很好用，很好用。做了什么事，然后不小心喝到别人的酒，吃到别人的饭都这样子，然后害你不喜欢的，反正你3个都吃过了，很好用，很好用。当然，我觉得最重要保持一个尊重并开放的心，我相信你们去也会女部落会得到很多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。最后一首歌，像他一样，对，光好利。
啊，